荒漠甘泉3月20日，哥林多後書第6章第10節，似乎憂愁，卻是常常快樂的。主張苦行嘅主義者，佢哋連眼淚都不屑去流，但係基督徒佢係唔會咁樣。好多時候，好比剪羊毛嘅剪刀劃過顫抖嘅肉，我哋嘅靈魂因為過度憂傷而麻木。有時候，當各樣嘅患難煎熬達到頂點嘅時候，使我哋嘅心幾乎要碎裂。呢個時候，我哋巴不得痛哭一場，釋出胸中嘅憂鬱。但係有一個比痛哭更加好嘅方法。航海者知道甘泉係喺既苦且鹹嘅海中揾得到。旅行家知道最美麗嘅花係生長喺阿爾卑斯山最荒僻、最崎嶇嘅山路上邊。屬靈嘅人知道最寶貴嘅詩篇係喺最痛苦嘅時候寫成嘅。冇錯，喺好多重嘅試煉中，愛神嘅靈魂仍然係可以因為各樣嘅理由興奮雀躍嘅。儘管係漫漫嘅長夜，神清亮嘅音樂仍然係可以聽見。喺最黑暗嘅時候，我哋仍然可以讚美祝福神。你有冇學會呢啲功課呢？我哋係唔需要忍受神嘅旨意，或者選擇神嘅旨意，或者係正係遵行神嘅旨意。我哋大可以係以上帝嘅兒女嘅名分嚟到用充滿榮耀嘅讚美同埋喜樂，令到迎接神嘅旨意。願神祝福你。